備拖拖，準備。一開閘嘅時候啊，成排馬速出嚟中檔嘅呢隻布萊爾灣呢，就首先搶出，跟住啊金威亦都唔慢啦，然後呢又有呢個審慎啊，亦都喺前面少少，跟住呢就係有呢隻嘉年灣亦都喺前面啊，最後多少有美好世界啦，然後呢就係有啊呢隻彼得伯好啊，跟住呢就係有啊呢個翠河啊，然後就係太子啊，巴比幾匹馬啦，分別就係有武士精神啊、大超人啊。然後呢就係呢個莫查斯丹啦，包尾呢就係呢隻嘉華嘅，而家跑咗400米嘅路程啊，帶頭呢就係有啊呢個外檔嘅布萊爾灣，跟住有金威守住第二位，嘉年灣同必爾勝守住係3、4位，仲有多少武士精神啦，然後就係有啲嘅審慎啊，跟住有彼得伯好啊，然後就係呢個係美好世界，跟住呢就係呢個精神煥發啦，然後呢就係有呢個大超人啦，最後多少呢先至見到啊有呢個係莫查斯丹啊，呢個嘉華啊，然後就係太子啊、翠河啦，仲喺個尾度嘅喎。開始轉銀呢灣嘅時候啦，見到啊呢隻金威啊一路頂住啊呢隻布萊爾灣㗎，再後多少個馬呢？見到咧就係有嘉年灣咧，然後就係有呢個武士精神啦，然後呢就係外檔有必爾勝嘅進佔嘅第3位嘅，跟住有審慎，然後彼得伯好美好世界大超人啦，然後呢就係呢個精神煥發啦，呢個翠河啊，然後就係呢個嘉華啊。最後多少呢？就係呢個莫查斯丹包尾係太子㗎啦，將近轉彎入直路嘅時候啊，金威啊仲喺前面啊鬥緊啊呢隻布萊爾灣嘅，跟住啊必爾勝已經開始展開終結，然後就武士精神喺埋邊上緊啦，外檔亦都有呢個審慎上緊呢個美好世界，然後呢個翠河嘅啫，去到最後200米嘅時候，金威幾個節步已經脫力而出㗎啦，跟住呢，就有呢個審慎追緊佢，然後翠河已經大外檔上緊啦，太子亦都大外檔上緊嚟㗎，終點在望嘅時候，翠河嘅衝勁相當強啊，幾個節步呢已經係超前㗎，跟住又有審慎啦，然後最後多少太子上緊嚟嘅。過中呢個時候第1名嘅翠河，第2名係審慎，第3名去影相啊就係太子同埋金威已經跟住登記㗎。呢場賽事啊，見到由香港嘅馬王翠河咧取得勝利㗎。翠河啊，無思議啊，由留前到後末段展開強勁嘅衝刺咧，係壓到外國嘅馬。睇下末段咧，最後200米啊，如飛衝上，過係一隻。審慎雖然犀利啊，但係翠河嘅衝勁比佢更加強嘅。過終點嘅時候啦，翠河一路力壓呢隻審慎。近能雖然好搏命，但係咧，畢竟翠河嘅力度咧更強㗎。過終點第1名係翠河，以1個馬位之先咧係壓到呢隻審慎㗎。後上嘅太子啊同埋金威影相帶第3、4，太子有機會第3㗎。頭馬174萬。唔知講法文定講咩文咧？好啦，失落咗3屆嘅邀請杯，今年又翻嚟香港啦。即係證實咗一樣嘢啫。